做吗？我就做这个啊。要让模特儿走秀的马甲最后微调。范盛昌关注着同学的作品，想着一物二用。后面可能会加一些，就是像护腰那个，让它辅助，让它比较舒服。可是要看材质，因为有些会比较容易过敏，所以还是要不断的踹才知道说合不合适，然后舒不舒服这样子。看内衣却想着病患，因为范盛昌原本是物理治疗师，想研究医疗护腰可不可以像内衣一样舒适透气又有支撑效果。发现桃园有全台湾唯一的内衣职训班。内衣的话，它的尺寸非常精细，跟外衣差很多，那它细到连1 mm、2 mm 都要计较。即使原本就有服装设计相关训练的人，做内衣的打版、设计、缝制，都说隔行如隔山。光基础就有5种以上的裁缝车要接触，完全门外汉的范盛昌挑战更大。刚开始我看他是完全没办法进入状况，而且完全听不懂。但是我一直鼓励他说：“没关系，你慢慢来，你慢慢的练习。”就是一直拆啊，然后拆了就会破掉，开始就一直越来越卷，然后越来越撑不起来。摸好客人的路。哦，这是海陆的讲法，没有捷径。我卡平个路，一边一路去，要不断努力。所以你就是一直不断练习。对。相信自己坚持不会是冤枉路，从零开始累积，几个月下来，已经能够一气呵成完成作品。他现在目前这些就可以量产了，只是说他可能在细节上小小的修改，可以节省成本。成功吸引厂商合作开发，范盛昌想把内衣和护腰结合的跳痛想法，他相信也许有一天会实现。台湾内衣市场每年有几百亿商机，但基层的车缝师缺工，人力的断层，现在有职训来补强，也为台湾 MIT 的软实力培训生力军。莫卡平嘅路，一边一路去；莫卡平嘅路，一边一路去。